当年我们抗战的时候啊，想吃块鸡肉有多难呢？你看看这个满地都是鸡肉鸡骨头。你读个派去啦！啊，这摆什么时代啊？还搁在讲抗战？什么时代？居安思危的道理，你懂不懂啊？好啊啦，钱收的紧走。哎呀，收你几个清洁费，好像要你命似的。你搞清楚啊，我收这些钱呢，不是放到自己口袋，都是政府的。我知啦。啊，所以唔叫大家咧讲中华民国万万岁啊！严基啊，你说这些话，你思想有问题啊！我思想有问题，我看你这有问题啦。我跟你讲，恁这国民党的，若检讨改进，后日啊选举，恁白少少来投民进党。所以说你们台湾人呐，真幼稚，真愚蠢。你在靠背，你台湾你讲讲话说讲台湾人安怎去？怎么啦？说你们台湾人几句怎么了？要不是我们8年抗战呐，你们台湾人早就当了日本的亡国奴了。你卖点咩遐大啦，倒头没大无油啦。那无我台湾人，你真都饿死的。啊，严吉啊，说这话你他妈有台独思想啊！小心把你抓起来啊！我就讲海人你去抓。好啊啦，咱做生意呢，都是真发笑。去，我给我会吧。贵人怕黑啦。